啊，173，173。这位奇妙婴孩是谁？这位奇妙婴孩是谁？这位奇妙婴孩是谁？安我玛利亚怀中。看看基督，我望天使颂扬，牧人敬拜。来来，欢呼拥戴，玛利亚怀中婴孩。看看基督，我望天使颂扬，牧人敬拜。来来，欢呼拥戴，玛利亚怀中婴孩。
兄姐妹，我们这一周是降临期的第3个主日，让我们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欢喜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为我们预备心来等候基督的降临，献上祷告，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能够在即将要到圣诞节期的当中，我们能够这样预备等候悔改，并且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的美好的祝福，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能够为主所使用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爱和恩典，并且能够在即将要进入到圣诞节期的当中。让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美好的节期跟假日，让我们能够来向人介绍福音，传讲信息，使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能够在即将要预备接受圣诞假期的降临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有等候这个我们的休息跟一个过节的时间，让我们也能够预备心，领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着上帝丰盛的恩典，并且也成为祝福，能够祝福许多的人。施恩看顾，让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崇拜成为美好的献祭，献在主的面前。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护他们都蒙恩。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愿你都看顾。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要因救主耶稣而欢喜。我的主，
我的神，我要歌颂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传扬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因你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为我们的悖逆付了赎价，是我们天国的应许。求主炼净我们，让我们能真诚地迎接你的到来。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真理之中，直到主再来，能与主进入永恒的荣耀里。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诗歌敬拜，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早晨可以一起来这边敬拜主耶稣。那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用诗歌敬拜。若你的身体许可，那我邀请你们可以一起从座位上起身，我们一起来站立敬拜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圣诞节也即将要到来，那这个降临期，我们在用预备的心。等待期待耶稣的降生，因为主耶稣他是赐给我们盼望的神，他也因着神的恩典荣耀，也赐给我们喜乐的力量。当我们等一下一起高唱哈利路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必与我们同在。阿们。大声的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有我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有我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有我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末后的，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
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那神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他也必从救恩的源头，让我们可以欢然取水，我们也可以向神来支取力量。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有
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神的名，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感谢神，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也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因为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阿们。让我们专注在神的面前，对他说：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
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专注在主，将所有的重担都交托给神。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感谢神的同在永在，主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依靠。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对神宣告我们的信仰。请。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起因文，今天的起因文在以赛亚书12章2到6节。以赛亚书12章2到6节，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在旧约749页。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是谁？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来，我们一起，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接下来点主礼，有来点燃第三株蜡烛。点燃第三支蜡烛，它代表喜乐。人类不断寻求内心的满足以及欢愉，但真正的喜乐从何而来？唯有认识耶稣基督，喜乐才能从我们耶稣基督那里出来。接下来我们来起跟应，由我来起。在这等候上帝降临的期间，我们点燃喜乐的烛光，并应许。上帝啊，我们等候你的救恩，等候你的导引，等候你的来临。接下来公祷，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向你来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为东北亚国家南韩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木栅卫理堂张月社牧师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近来国际间冲突不断的国家，以及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也求主特别祝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开启亲人们尚未认识耶稣的心，让家人有机会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接着我们同诵主祷文。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着经课，我们请在上有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西番雅书3章14到20节，第二处经课在腓立比书4章4到7节。现在由我为大家攻读。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五大会愁烦，因你单单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
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再来是腓立比书4章4到7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上主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3章7到18节，路加福音3章7到18节，在新约65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与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庆贺这应许，我们请诗班。
正道，让专业的来。我们请陈伟文陈牧师。弟兄姐妹平安，高兴我们可以在主日早上一起来敬拜。当然今天这个主题好像听起来怪怪的啊，好像是不是我们这个唱诗不够专业的，那就是让诗班来就好了？并不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专业的来是让真正能够对你生命有帮助、有益处的，真正能够让你生命改变的那一位，能够来到你的心里面。我们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港冠无港腮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你知道，在你去医院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会去找那个叫做专业的医生，或是人家风评好的医生。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被他来医治，或是被他来这个治疗的话，会比较那个成功率或是医治率会比较高啊，或者是说他的技术比较好。那当然有很多人会去寻求很多的帮助咨询，每一个医生都很不错，但是我们总会去想要去找一个叫做他对这个部分是很专门的，或是他对这个部分是很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我们会希望他能够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谁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生命当中的问题，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跟过去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要去找一些方法，或是认为用政治的方法有一个很好的领袖，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学者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生命本质若没有改变，这一切都会在过去的，或是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存到永远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请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让这一位真正的专业能够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叫做喜乐主日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对不起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圣餐桌上面有蜡烛，那我们今天点的是第3根的蜡烛，这一根跟其他的蜡烛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的前4个礼拜都叫做待降节，或是叫做将临期。那在第3周的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叫做喜乐主日。那因为前面2周都是在认罪悔改当中，好像觉得有一些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所以通常我们会用第3个蜡烛来代表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电视并不是表示说这一周就不用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不是，而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将要领受的是丰盛的恩典和平安。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等候基督降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第3根的这个粉红色的蜡烛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喜乐不是外加的，那个喜乐是内在而涌出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拿起圣经来，我们来宣告这个祷文。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手机也可以，但是请放到圣经软体上，不要放在 LINE 上面，或是放在游戏软体上。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刚刚有提到将临期的第3个礼拜叫做喜乐主日，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的喜乐主日当中，我们如何去看到在认罪之后悔改之后，我们可以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好，那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明年的我们的这个丙年，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年历的第3年，就是叫做路加年。各位知道，在教会的年历里面很多人大概不晓得说，除了我们正常的一般的做礼拜以外，我们大部分的年历都是按照教会的年历在跑的。真正教会开始过叫做1年的开始，是从将临期开始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会读到
明年的一个主要的主题的福音，叫做路加福音。好，所以明年的这个叫做在3年1轮的这个部分叫做路加年，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那我们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读这个圣经当中的福音书。好，所以在路加年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路加是谁？路加是一个医生。圣经上面在路加福音里面除了他是一个医生，他写了路加福音以外，另外他还写了一卷书叫做《使徒行传》。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是叫做前传，然后《使徒行传》叫做后传。那这个前传跟后传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一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可以有顺序的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还有这个教会的开始，以及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所以路加医师他用他的专业来把很多的这些的收集到的资料，把它排序起来，成为一本这个按照年代的或是按照这个时间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书。好，所以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说，这一年发生什么事有哪些事情，按照顺序的，大致上会以路加福音作为一个主轴，或者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在时间点上面就比较知道这个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好，那同时路加的时间或是路加福音它成书的时间刚好是在罗马帝国正在最兴旺的时候。好，所以让大家看到一下，这个是在当时罗马帝国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国家，整个地中海犹如它的内海一样。所以当时的一个新兴的国家叫做罗马帝国，然后在罗马帝国的辖下，几乎在这个整个地中海的周围，包括这个英格兰这个地方，包括这个英伦三岛这个地方，都是它的活动范围。所以在当时它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又是一个强盛的国家，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他们认识到这个他们的世界是这么样的一个广阔跟广大。所以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包括保罗或是这些的宣教士，他们可以在这个内海当中，在这个地中海里面到处游行，因为到处都是罗马帝国的属辖的辖地。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新的王出现，过去是一个很多的小国家的一个叫做这个城邦，但是一个大的国家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皇帝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的皇帝都是相当的这个有名的所以对当时的世界的影响相当的大。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迎接这个新的一个改变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当然迎接改变，有很多人的心里面是不安的，有很多人心里面是很多的疑惑，或是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安全感在这个当中。那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全？很多人往宗教方面去走，很多人去信靠很多的其他的信仰。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回到自己的信仰里面，就是回到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信仰里面，他们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他引导众人要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当这个世界开始有一些冲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的不安，他们会有一些的疑惑，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找到真正的一个方向。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让人感受到，哇，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开一个新的路，让我们可以有路可以走。所以当时很多人到约旦河边来让施洗约翰来施洗，但是今天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他讲了很不客气的话。各位如果读圣经的话，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毒蛇的种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有很多弟兄姐妹要来受洗，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领受洗礼。各位知道，如果牧师在台上，然后告诉大家说毒蛇的种类你怎么可以来受洗呢？这个会造成很多人的心里面的压力或不安。为什么？因为怎么突然间牧师要骂人了呢？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施洗约翰有什么样的这个强迫，或者是这个逼迫人家，并不是这样啊。施洗约翰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很多人的悔改是表面的，很多人的悔改只是外在的，好像以为说我外表上面我心里面受感动我认罪，但是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又是一样。所以为什么他说毒蛇的种类？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准备要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感觉上好像有悔，但是没有改。悔是内心当中的一个这个懊恼懊悔，但是生命当中除了内心的调整以外，最重要是你外在的，你外面是否因为你内心的调整而外面有所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久了，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跟上帝认罪悔改，但是其实我们的行为没有真正的改变，甚至我们的悔改是假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去跟牧师要忏悔跟认罪。他说：“牧师，我要认罪，因为我偷了一根绳子。”但是这个绳子的后面还有什么？还绑了一头牛。这个牛的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一车子的牛车，牛车上面还有什么？有很多的东西在这个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只认什么？我偷了一根绳子，我偷了一根绳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不是只有外在的我承认我接受，而是我们在行为上是不是真的有改变？有时候你可能会被真理刺伤。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讲得这么严厉？有时候圣经里面的教导，或是牧师的教导，好像好严厉。我们常常不喜欢被真理刺伤，但是却习惯被谎言所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悔改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大声宣告一件事情，要悔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我们一起念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亲爱的弟兄姐妹，行为跟你的内在是一致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同样我们的行为也要悔改。很多人说我只是这个我可能以前偷了10样，那我可能悔改了，我慢慢的我再偷8样。都7样，偷6样，渐渐的我就不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的悔改是真实的吗？如果你能够真实的悔改，那就是从今以后不再偷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当然我们知道成圣的路是漫长的路，只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我们需要生命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信的跟我的外在是一致的。很多人虽然批评天主教，但是其实天主教有一些很好的地方，包括他们的告解的制度。那当然后来有一些走中了，我们不能够说它完全都是好的，但是至少它的用意本意是好的。各位有看过在影片当中，很多神父会在小房间里面，然后带领这个认罪的人在那边为他们祷告之后，然后会交代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补赎你的这样的罪过。所以他原来的用意是好的，因为你要在你的内心当中有改变之后，你要在行为上来弥补以前的过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很邪恶的，有时候我们心里悔改，但是外在不改，但是有时候我们外在好像改变了，但是心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murmur 在里面。各位知道我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生说，你觉得什么叫做好学生，什么叫做坏学生？这个年轻人回答得很妙，他说坏学生就是敢想也敢做，好学生是什么？敢想但是不敢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自诩自己是好学生，因为我们敢想，但是我们不敢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悔改的话，就是我们内心当中除了不敢想，
我们也不敢去做得罪上帝的事。但是我们敢想的是什么？敢想上帝的话，上帝的美好，行为上有好的果子可以出来。好，所以只有圣灵才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治死那个罪人，治死那个救人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来做改变。所以施洗约翰他可以带来悔改的信息，但是真正能够带来生命的影响力的，是他后面要介绍的。只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连第一关，连这个悔改都没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是一个很表面的福音。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告诉人家说啊，信耶稣，信耶稣你会一帆风顺，信耶稣你会有这个无灾无病，信耶稣你会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我们常常用这些话来让人好像加入到教会里面，但是事实上我们把福音太过简化了。福音并不是让我们只去享受这些的美好，或是享受这些的丰富，享受上帝的爱，而是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每一天，你也要付上代价。那个付上的代价是什么？那个付上的代价是，我要为了因为接受这个信仰而面临一些的被别人的拒绝、抛弃，或甚至是被别人的一个这个反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能会要去面对的。最近我在带一些年轻人在上这个受洗班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到这个事情，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来上这个课，牧师不考试。各位应该也都没有考过试吧，对不对？我们上那个受洗班或是这个上成人主日学，应该很少会有考试的，几乎不考试。除了神学院可能会稍微要写报告以外，大概其他都不考试的。但是我跟他们提醒一个事情，我说真正的考试在哪里？真正的考试是在你离开礼拜堂，踏出这个门以外的地方，那里就是你的考试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考试在什么地方？你真正的考试不是在礼拜堂里面，我圣经读很多，我的圣经知识很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出去外面才是我们的实战，出去门口以外，那个才是你信仰真正的挑战。当你遇到一些的引诱或是诱惑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前几天跟那个弟兄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他是做餐饮的，我特别有提到一个事情，我说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他也是在做餐饮的。当他在熬这个火锅汤、火锅料的时候，原本都是用这个叫做真材实料在熬的，但是有一天就有一个人上门，然后跟他介绍这一包东西，一个小小的块，然后放下去，味道跟你煮的是一样的，放下去味道跟你做的是一样，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熬这个汤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样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真正的实战不是在礼拜堂里面，真正的实战是在礼拜堂的外面。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对这些当时要来受洗的人他们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我们来看第8节，一起念来：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好像感觉上这个施洗约翰好像在讲一个说，你看上帝也可以从这个石头里面把这些子孙再蹦出来这些人从石头蹦出来。其实意思不是这样啊。我们要先认识跟了解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信心之父。那所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会自诩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走的，所以他们是信心的子民，他们是信心的子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并不然，因为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不代表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听得懂意思吗？好，请来看这个牧者他所讲的，他说：只要亚伯拉罕的信不在你的心里跳动，就算是亚伯拉罕的血在你内身流动，也是毫无益处的。很多人认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一定蒙福的，因为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所以我就蒙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即使你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你一样还是跟上帝的祝福是隔绝的。各位知道，刚刚讲了，就是有人来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很好玩，他说：“牧师，那我如果很忙，我没有办法来做礼拜的时候，我是不是派我家里的人来做礼拜？那这样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得到祝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信仰跟民间信仰很像，你知道吗？你知道民间信仰他们去拜拜的时候，家里面只要派一个代表出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我为我的家里祝福，为我的家里祷告，然后我的家里就蒙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这样的。各位知道长老教会有一个顺口溜，他说：“上帝有囝无孙”，听得懂意思吗？上帝有孩子，但是他没有孙子。我们跟上帝是1对1的关系，不是因为我的太太有来做礼拜，所以我就一样，好像我就做礼拜了。我的爸爸妈妈有来做礼拜，所以好像我也是来做礼拜了，并不是这样。你要跟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不代表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你需要回到亚伯拉罕的信里面，你才能够真正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所以凡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上帝有信心，那么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也领受从亚伯拉罕得到的这样的祝福。即使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不代表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好，所以施洗约翰他接下来要介绍的不是他自己多厉害，他反而他退居到后面，他说将来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16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6节，我们一起念来。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专业的来了。施洗约翰虽然他很厉害，虽然他会讲到让人感动，但是他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他来要用什么来施洗？不是用水，他要用圣灵跟火来帮我们施洗。看起来好像施洗约翰他带领人悔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者，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牧者。他讲到很多人就会来受洗，但是施洗约翰说有一位他来，他不是用水，他是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跟火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能够遵守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而不是外在我受洗了，好像我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当你的内心没有改变的时候，当你的内在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唯有内心当中悔改跟改变，由圣灵跟火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才能够进到那个真实的里面，进到上帝所要祝福的这个当中。所以施洗约翰虽然他的事工很兴旺，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了解真正能够解决人问题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后面来的那一位，他才能够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都是看表面的。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欣赏名讲员或者是这个牧者讲道讲得很好，所以我们跟着他他讲的话就没有错或者是他带领的就没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施洗约翰给我们带来一个榜样，就是什么？我不重要，这个站在台上讲道的人不重要，我要讲的，我要介绍来的这一位耶稣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站在台上的这个人不是重要的人，因为他只是来做一个引荐，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要传递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是最厉害的，我不是能够解决你问题的，真正能够解决你问题那个专业的在我的后面，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词经常出现，我们在新约里面叫做基督，在旧约里面那个词叫做弥赛亚。那个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
所以弥赛亚在旧约里面叫做弥赛亚，在新约里面我们说是基督，因为希腊文翻成基督，那但是意思是一样，他是被膏者、受膏者，然后他来带来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他带来不一样的生命，他带来不一样的改变，因为他才是真正来的那一位专业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真正引导我们，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真正来引导我们，不是哪一个讲员的厉害，不是哪一个讲道者很会讲道，所以我心被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心被感动是一回事，但是你能够真正去做出那个讲员他所讲的耶稣的教导，那才是困难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走在上帝心意的里面。所以今天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他说麦子收在仓里，然后火用这个叫做它的这些的麦子的这个梗或是这个茎的部分，他用不灭的火去烧。好，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收在仓里的谷物，或是收在仓里的这个麦子。当收的时候，要积聚在仓里面，主人通常会去这个农作物收完之后，好的会留下来，那不好的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些的稻梗或者是这些的麦梗，他们都会把它烧掉，杂草烧掉。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来也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说哪一个人有用，哪一个人没用，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哈。他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要来把好的东西收在仓里，把不好的用火烧掉。要烧掉的是什么？要烧掉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邪情私欲，对上帝的这个对抗，或者是罪恶，或者是这些的苦毒，这些的不好的东西，上帝要透过圣灵的火来烧掉。然后要把什么收在我们的心里？要把这些的结果子丰富收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来要做这个事情，圣灵来让我们的罪恶被烧掉，让我们的不好的地方罪恶的地方、邪恶的地方被烧掉。上帝要给我们的心里面放的是一个平安的心，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的种子，是这些好的东西要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唯有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那么好的果子才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结出来。所以福音不是只是要讲这个叫做上帝爱世人，真正的福音要讲上帝的圣洁、人的罪恶、律法的要求，还有罪恶的永远的后果。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如何去脱离罪，进入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唯有凭着耶稣基督，透过信心来领受上帝的圣灵跟火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所以光照不是重生，光照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知道罪，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改变，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为他的儿女预备了永远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已经预备了，是让我们可以领受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领受？所以这个 John Newton 这个做奇异恩典的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上帝认识他所知道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识上帝？或者是你说上帝是不是认识我？关键在你有没有认识上帝？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上帝？还是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认识谁是他的人，同样的，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认识上帝的人。所以基督教信仰让我们在地上付代价，也要永远的拯救我们。所以耶稣说，要跟从我的，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十字架就是你要付上代价。跟随耶稣并不是这个无灾无病，然后一切所有都很平顺，就这样过了，并不是，而是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在困境跟困难的当中，仍然有上帝与我们同行。
第二个，人要透过真实的悔改来领受这个永远的救恩。上帝预备救恩，那么人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用什么来领受上帝的救恩？透过真实的悔改，透过信心来领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他的恩典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否预备好来承接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成为一个认罪悔改，并且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求上帝来怜悯跟赦免。所以基督徒不是我们比谁好，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强，并没有，而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基督徒看起来好像我们生命有改变，不是我们厉害，而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跟随耶稣的人。第三个，圣灵让我们有确据。虽然你可能领受，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我不太确定啊，有时候我还是会犯错，有时候我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然而圣灵让我们有永远的确据，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是真实的，上帝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也是真实的。当我们愿意照着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所以这个火要烧掉我们什么？烧掉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的不安，烧掉我们内心当中的嫉妒憎恨，烧掉我们当中心里所有的罪。他要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他要把上帝的圣洁谦卑放在我们的心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圣灵跟火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觉得好像被指正，被圣灵来提醒，好像很受伤。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心里面有需要上帝怜悯恩典的时候，让圣灵的火烧掉罪恶，让好的上帝的祝福能够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把眼目放在上帝的国，放在上帝的身上，把上帝的祝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去注目那些在地上的，或是在这些属世的追求上面，而是让我们更多来领受上帝的国里面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也为我们死，他来要为我们带来新的生命。愿上帝带领我们，当我们在过将临期的时候，愿上帝祝福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朝见主。特别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圣诞主日的时候，愿上帝引领我们，特别即将要受洗或是转入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反省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信主很久的人，也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回转跟反省，我们是否有照着圣灵的引导，走在圣灵引导我们的路上。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是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将临期的时候重新来思想我们自己。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与我们的悔改的心相称。谢谢你施恩带领我们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愿你用火焚烧，使我们能够领受真正的祝福跟平安进入我们的心中。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子牧师为我们传讲。那福音的宣决条件，第一步就是先自己悔改，而福音的传播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接下来颁奖，我们今天要颁成人主日学的群学奖励，我们就请我们那时间交给我们陈牧师。好，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后，我们都有成人主日学的上课。那很不容易，我们这些愿意来寻求更近身来寻求上帝话语的人，还有来寻求这个如何服侍的人，他们都有参加很多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那当然，牧师也鼓励大家，我们每个学期过了寒假之后，过完年之后，我们也会有新的学期的上课。那这些我们在当中所谓的勤学，就是按照校长的说法，就是没有请假超过3次以上了哈，都是算是勤学的人。
好，那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多来上成人主日学，特别一些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诗歌的这些的演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常常要去学的。那明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叫做服侍众人，做主仆人，所以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好的学习，也要能够来使用所以包括像刚刚提到诗歌班为的是要希望可以培训以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诗歌诗班的成员。那另外我们的圣经也是读圣经，也帮助我们充实上帝的话，让我们可以成为教导别人的人，让人因我们的教导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好，所以我们要为这几位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学员来颁奖。好，那应这个我们的校长的要求，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台上来好，所以念到名字的话，请这个来到台前那我们就分批了我们的诗歌赏析，请在我的最右边，好不好？然后这个每日研经释义在中间然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我的左方的地方。好，那我们念到的学员请到台前来。诗歌赏析的老师天一兄，还有如君姐妹、介良老师、瑞阳、侯明成，我们这几位老师请到台前好，学员许世英，还有李恒爱、于嘉贤、林继博、李香芝、蒋继庆、刘慈美、李莹荣。好，我们这几位是诗歌班的诗歌赏析的成员请到我的右手边这边来。对，好，然后中间的部分是每日研经释义我们请这个赵少文老师，还有伟翔弟兄学员的话有爱珠，还有嘉明、振华、德宏、迪华，还有明德，我们是在中间这一块好，那在我的左手边这边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周雄老师、赵鼎兄这是老师，学员是彩莹跟易贤。好，请我们的老师跟学员们来上台哇，各位，你看我们这边上来之后，我们这边就1/3就不见了所以都在台上了所以表示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相当好大家很喜欢来上课，来更多认识福音，更多认识上帝的信仰。好，那我们为这几位的我们的老师跟学员献上感恩在我的右手边这个区块就是诗歌赏析的老师跟学员，中间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每日研经释义的老师跟学员。那我的左手边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老师跟学员，那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祷告。那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之后能够成为传递祝福的人，能够让许多的人因我们得福。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学员祷告，我们学员也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所学的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着这些的学员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他们无论在诗歌班里面的学习，或者是在研经释义的学习上，或者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学习上面，他们都能够完成他们的功课跟学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透过他们这样的认真的学习，你祝福临到他们，让他们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让他们在所说的、所行的，或甚至他们所唱的，都能够使人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的教会兴起这样学习的风气，使我们常常学习做主的门徒。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我们的茂林弟兄来帮我们颁发这个我们的3个班的奖。好，那我们就按照那个好，我们请这个老师来授奖请老师代表来授奖好。好，
然后中间的是我们的邵文弟兄哈。好，左方我们的周老师跟赵鼎兄哈。好，因为人数众多了哈，我们无法一个一个搬，所以我们就等这个下来之后啊，再由老师跟班长来帮助大家来颁发哈。好，那我们再一次的来拍手，谢谢他们在这一个学习里面的他们的一个努力跟一个学习哈。好，谢谢，好，请回座。好，然后我们的诗歌赏析班要做一个成果展给大家哈，让大家可以听到他们在学习的当中他们的美好的成果。好，他们要献唱的这一首诗歌啊，等一下他们要出来，叫做《主若是》哈。我们请那个诗歌赏析的学员。好，诗歌班。
我要特别称赞我们的这个音乐赏析班哈，因为里面最少有4到5位的80几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年纪大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可以的，可以上来献诗，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明年我们重要的这个主题叫做成为这个做主仆人啊，服侍众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每一个服侍侍奉，我们可以祝福人，然后来荣耀上帝。愿上帝来带领。那个听完陈主诗歌赏析的歌后，我也来回应诗歌。这位奇妙婴孩是谁？弟兄姐妹，请起立。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新朋友，许秀恩弟兄，我们欢迎他。他是从网络看到我们的讯息来的，我们欢迎他。接下来问安差遣礼，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我们彼此拱手问安。接下来我们那个教会事工报告，这个周日是将临期的第3个主日，请为自己热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圣诞主日12月22号，教会将陆续发放2025年的月历，一家一份为原则。领取的时候记得在领取表上签名。截止日期是2025年1月第1个周主日。教会2025年年度目标为服侍众人，做主仆人。邀请弟兄姐妹2025年至少参与一项教会服侍，并请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南部教区南宫布道所向本堂募款购置电脑设备以及课桌椅，弟兄姐妹若有感的话，请为南宫布道所来奉献。教会12月20号晚上7点钟将安排社区报福佳音，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并欢迎协派发圣诞晚会邀请卡及福音传单。12月19号晚上祷告会会并入报佳音行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社区的宣教活动。再来，教会12月21号星期六晚上7点
圣诞晚会，今年的晚会主题是成为祝福，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家人及福音朋友来参加。那教育部门推动的年度读经，12月份已进入尾声，请兄弟姐妹努力的完成。需要登记表的，请到办公室来索取。收件截止日是12月22号。那12月29日奖励完成读经的进度。那教会12月22号星期日，圣诞主日预备受洗人及转日人的弟兄姐妹，请在下周日上午9点45分到3楼主堂来预备。那教会将于2025年第一周主日，就是1月5号举行国台语联合立约崇拜。当天邀请弟兄姐妹预备自己在新年与主立的新约。那教会预备2025年3月开设律本门徒课程，欢迎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报名费用是750元，包括书籍。那卫理公会总会将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及办公室空间，邀请弟兄姐妹为总处宣教大楼捐款奉献。那12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11月份的收支表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弟兄姐妹自行前往参阅。那新一季主日服事轮值表已张贴在公布栏中，请弟兄姐妹自行参阅。那最后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件喜事，就是我们蔡牧师的孙子蔡月谦小朋友，今次他满月，你们先给他欢迎。那我们蔡牧师有那个满月红蛋来分享，请等一下的话去领取。以上报告。请牧师有没有补充的？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补充哈。好，那记得等一下要离开前要去拿红蛋了哈。这个我们这个小朋友，这个一文牧师的小孙子出生哈，刚好在这个月刚好是满月，那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跟他们有美好的庆祝。好，那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社区报佳音的时间。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上许可的话，我们7点钟准时会出发，所以大概6点30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来练唱的时间。那我们总共会在路程上跟往年一样，我们会从这边出发，然后途经和平路、和平2路，然后接到广西路，然后广西路之后再一路走到我们之前的旧教堂的礼拜就是旧礼拜堂的地方。那我们会到这个福茂首山那边做我们的中途休息站，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教会来。所以请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我们在沿路上，当然我们除了报佳音以外，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愿上帝带领，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行跟一个走路当中，我们的祷告行走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来祝福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好，所以我们请大家在20号的晚上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报佳音的行动。好，那21号的晚上的这个圣诞晚会，也请弟兄姐妹邀请你的福音朋友邀请我们的一些的想要邀请的朋友，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好，那楼下我们有这个邀请卡，好，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个宣布，就是这个邀请卡，请大家可以拿来使用，然后跟我们的福音朋友、跟要介绍的朋友来介绍我们的晚会的时间。那后面有2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可以这个写明信片的这个内容假设如果有一些朋友或是你想关心的人，他们不方便来，你也可以写祝福的话在这个明信片上面。那另外一份，这个是我们叫做会内版这个是我们的11月17号我们在方舟教会那边我们的合照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新朋友来加入，然后我们也是邀请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的照片里面。那愿上帝来带领。那明年的第一周1月5号的时候是我们的立约礼拜这是我们卫理公会特别有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礼拜。我们在1年的第一周，我们是与上帝重新的立约，跟我们的同工们、跟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还有跟上帝的重新的立约。那这个是国台语的一起联合礼拜。那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当中一起礼拜的时候如果有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的时候，那我们也表达欢迎跟邀请让他们坐在我们的旁边，然后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有彼此的合一跟这样的一个建造。所以明年我们除了在1月的第一周以外，我们的过年的那一周在2月2号的时候是我们也是联合礼拜的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注意这个时间上面的安排。那明年我们的年度目标是服侍众人，做主仆人。那愿上帝带领，让我们可以都能够有机会参与一项侍奉，然后在这当中我们也参与服侍我们能够现在享受这么好的会堂跟设备，都是有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分享跟一起的服侍。那我们期待我们不是只有接受服侍，让我们也可以去服侍人，能够做主的仆人来服侍众人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把握时间也能够像刚刚我们的献诗诗班一样或者是我们可以参与一些的义工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的服侍的侍奉上面，都可以做一些的参与。那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服侍跟侍奉，愿上帝来带领。那特别也为我们下个礼拜圣诞主日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在众人跟上帝面前来见证他们的信仰。愿上帝的带领，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明年60周年更多得到丰富，而且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愿上帝来带领。好，以上，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3、1，受。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补充一下，下午1点钟我们有圣诞的晚会的排演，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火在我们的里面焚烧我们的邪情私欲，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受。弟兄姐妹，请坐。电乐、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